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办这个收藏。我今咱原来迄个，我咧咸水人，我住中正路，所以细汉我到国中吼，跑落去原来所以我阿妈来，我感触很多啦，因为我细汉，我有那个咸水国中，所以我有那个高中他。我即马也是搁在台湾来看爸爸，所以感触了。确实哦，原来伊咸水人最深的一个回忆，所以遮有到这个机会，咱在场义咱袂咱咸水人，咱刷来这个头奖哦，首奖风华彩绘50年，陈化石安利。